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娃娃 TV。上一次呢，我有跟大家介绍这一本《台湾梨燕与吉兰》，还没有看的朋友们呢，可以看完今天这一部影片之后呢，再回去看看这一部《台湾梨燕与吉兰》的影片哦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本书，就是这一本《台湾风俗志》。这一样呢是由日本人所编写的，这个是大正10年的时候出版的，也就是民国10年的时候，一样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咯。这一本《台湾梨燕与吉兰》呢，它是记录了一些台湾的梨燕与吉，而这一本《台湾风俗志》呢，它是记录了一些台湾的风俗文化之类等等的东西，像是有什么生产啊、仪式啊、食物啊等等的台湾风俗的东西。里面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章节，叫做恶口，也就是脏话啦。日本人居然还记录台湾的脏话。这个里面呢写满了我们台湾的台语脏话，但由于呢我这个是合家观赏的优质节目，所以呢我在这边呢就自行消音的来念一下好了。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呀！好了，我就不要再按下去了。想要看的呢，可以按一下暂停，自行欣赏一下。我发现呢，为什么它里面记录的一些脏话呢，全部都是用一些女生来骂人的，像是什么老母啊、什么娘啊、什么小妹啊、什么大姐啊，为什么就没有人会说什么老伯啊、什么阿兄的啊？真的是好奇怪哦。好，那它里面除了记录脏话之外呢，还有猜谜哦。我在这边呢念一个给大家来猜，看大家猜不猜得到。吐蕊定定翘翘，背起来嫩嫩揪揪。也就是说呢，插下去的时候呢会硬硬弯弯的，拔起来的时候呢会软软皱皱的。怎么听起来有点涩涩的啊？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给大家5秒，让大家猜一下。5、4、3、2、1，答案就是这个袜子。你看，你穿进去的时候呢，会硬硬的、弯弯的；你拔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就软软的、皱皱的啦。大家猜对了吗？不是什么色情的东西哦，想歪了自己去面壁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它还有介绍台湾人的食物，像是什么韩吉枪吗？大家有吃过韩吉枪吗？我是没有吃过啦，不过以前经常在电视上看过啦。然后还有什么豆油啊、米酥啊、米粉啊、米线啊、米苔目、生草、低血，还有掌哦。端午节要到了，大家都要吃肉粽哦，我也要吃。然后还有什么豆花啊、笋瓜啊，哦，愈念愈要做想要吃哎。没关系，我就要回去了，我就要回去了，我就要回去了，我回去要大吃特吃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梅仔饼，哎，我这里刚好有梅仔饼哎。哦，好吃，是我的最爱。好了，不看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好饿哦，我要去吃饭了，大家拜拜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我按一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要打开那个小铃铛呢，才可以收到 Lisa 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粉丝团呢跟 Instagram， 我会在里面呢更新一些频道信息啊，还有 Lisa 的一些日常生活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 follow 一下哦。另外呢，这两边呢是 Lisa 其他的影片，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点进去看看哦。那我要去吃饭喽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